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9號星期日，10場田草私家3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160 5班16米，10號馬極速之子，孭119磅，13檔起步，出閘之後 drop 落尾，直路初品字形塞死，完全騎唔到，到最後100移出去追，步速慢追唔到，跑第4，輸1又1/4馬位，排檔差，直路際遇唔好。先紀錄低。場次164 3班1200米，11號馬陶夢成真，孭119磅，7檔起步，一直喺後邊跑，入直路俾前面啲馬封住，望空唔到，最後200仲係包尾輸一條街，望空後有衝勢，步速慢好難追，跑第5，輸3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67 4班1400米，9號馬天蓬貓，孭124磅，7檔起步，出閘尾二，入直路俾前面啲馬封住，望空唔到，一路越移越出，最後150望空，衝勢最勁，步速慢好難追，輸個半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